如果月亮消失1分鐘，海洋受到嘅引力會突然間減弱，喺全球嘅範圍內引發巨大嘅海嘯。好多靠月光感知嘅動物都會感到方向迷失。當月球消失1日後，失去月光嘅夜晚將會陷入極度嘅黑暗。依賴微弱月光捕食嘅獵食者，如獅子、貓頭鷹，會難以發現獵物。唔單止係海水，地殼都會受到月球嘅引力拉伸，即係固體潮。引力突然嘅消失可能會導致地殼瞬間放鬆，喺板塊邊緣引發微小嘅地震或者係火山活動。但係如果係1年，地球將會經歷自生命誕生以嚟最劇烈嘅環境動盪。呢個唔單止係視覺上面嘅改變，更加係一場全球性嘅生態同埋地理災難。失去月亮之後，地球嘅自轉軸會開始不穩定地晃動。雖然1年內唔至於翻轉，但係足以引發極端嘅天氣現象，例如颱風、洪水同埋酷熱天氣。